后来面对这个中国一直使出着动作来扰乱台湾，咱的国军嘛24小时来备战。青年日报打出着一张飞官准备要出勤的相片，这个飞官倒手骨所挂的표章引起着热烈的讨论。是一只台湾乌熊当咧摸小熊维尼，台湾乌熊是举中华民国的国旗，那小熊维尼的蜜芳冠有象征着中国国旗的五粒星星，讲表示咱的国军咧打击着敌人。咱嘛找着设计这个표章的作者，是一个空军退役的军事迷。伊讲，伊对去年中国扰乱台湾真有感觉，才会做出着这款的设计，希望伊当来鼓舞士气。飞官当伫咧替 IDF 战机出勤任务做检查，又毋过伫咧制服顶色彩缤纷的徽章，真城民众注意。今日看顶面的图，下骹用英文字写紧急升空，正面的台湾乌熊倒手提中华民国国旗，正手甲维尼熊摸一拳。去年因为对岸一直不断的对我们做西南空域的侵扰，那时候我们的国军不管是陆海空都非常的辛苦繁忙，做一个士气章一个设计的呈现，部队长官都还蛮支持的，还有我们的消费者。另外一款佮斗打去年威尔史密斯伫咧颁奖典礼的事件，这组飞行员甲中国鸟熊献喙配徽章，头家本身是空军义务兵的退伍，同时嘛是军事备将，店内底有800款的军事徽章。空军现有的制式的背章，那从1连队、2连队换向。空军的徽章文化真活泼，以飞行制服为例，除了规定倒边胸坎顶有名姓加阶级，正边胸坎是连队章，单位徽章就是伫咧正手，倒手就互飞官家己设计。影响部队识别的情况之下，允许个人可以有一些就是激励士气的这个做法，比如说一些幸运符，或者是其他部队的这个小的队徽，其中最具代表性就是美国了。美国呢，甚至在它的这个就是战机上面也允许飞行员可以画上一些个别识别符号。活泼的徽章鼓舞士气，嘛代表面对敌人袂惊吓，态度坚定。古朴的设计，嘛互大家看到军人嘛是真笑亏。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